約翰福音第8章，大家轉活下去，仲係耶穌去橄欖山，天一大早，佢倒轉去升天，眾人全部來朝見佢，佢就坐下來，開始教佢哋。然後教師留法律上人帶一個婦人家來，佢係在行檢驗嘅時節本人捉到嘅，佢哋逼佢企在當中，就對耶穌講。先生，這個婦人家行檢驗嘅時本人作到，摩西在法律中命令我哋，這種嘅婦人家應該用石頭釘死。人講愛樣辦，佢哋想愛用這個話害耶穌，請把柄告佢。耶穌還要用樹子在地上寫詩，佢哋繼續問無停。耶穌就企起來，對佢哋講。伊哋當中萬人唔識犯罪嘅，就做得先用石頭釘佢。講了這個話，佢又還要在地上寫詩。佢哋聽到這個話，就對路嘅開始一個一個退走，只有存耶穌留企在佢面前嘅婦人家。耶穌企起來，問佢講：婦人家，佢哋走去哪位？無人留下來聽伊嘅嘴耳毛。佢講：先生，冇。耶穌講：好，我也唔聽伊嘅嘴，轉去唔好再犯罪。耶穌又對大家講：我係世間嘅光，聽我嘅會得到生命嘅光，絕對唔會在烏暗中行。法利賽人對佢講：你為你自家作證，你嘅見證就冇好。耶穌講：就算我為自家作證，我嘅見證也係真實嘅，因為我知我對哪位來愛去哪位，你都唔知我對哪位來愛去哪位，你都係用人嘅標準來判斷人，仲係我唔判斷人。假使我判斷人，我嘅判斷也係正確嘅，因為我唔係自家判斷，係個踩我來嘅阿爸同我共下判斷。你哋嘅法律書記載講，有兩個人作證，佢哋嘅見證符合，就算有效。我為自家做見證，嘅踩我來嘅阿爸也為我作證。佢哋就問佢講：阿爸在哪位？耶穌應講：你哋唔識我，也唔識阿爸。假使你哋識我，就會認識阿爸。這條話係耶穌在升天嘅園區嘅位教訓人嘅時講嘅，當時冇人作記，因為佢嘅時機還未到。耶穌又老佢哋講：我愛離開，你哋也會尋我，總係你哋會死在自家嘅嘴中。我去嘅地方，你哋做唔得去。猶太人嘅領袖就講：如果我去嘅地方，你哋做唔得去。咁講佢愛刺殺係麼？耶穌講：你哋係對天上來嘅，我係對天堂來嘅。你哋屬了世界，我唔係屬了世界，所以我講，你哋會死在自家嘅嘴中。假使你哋唔信我，就係嘅自由擁有嘅，你哋就會死在自家嘅嘴中。佢哋就問：你到底係乜人？耶穌應講：我一開始就老你哋講，關係你哋有千多事，我應當愛講，應當愛斷，總係嘅踩我來嘅係真實可靠嘅，我只要將對其幾位聽到嘅老師嘅人講。佢哋冇明白耶穌所講嘅係關係阿爸嘅事，所以耶穌老佢哋講：你哋將人子騎起來以後，你哋將會知我就係嘅自由擁有嘅，並知我無靠自家做乜嘅，我只有講阿爸所教我嘅，嘅差派我來嘅老我同在，佢無表我孤單，因為我一直行佢所歡喜嘅事。千多人聽到耶穌這條話，就信佢。耶穌對信佢嘅猶太人講：你哋那常常遵守我嘅教訓，就真見係我嘅學生，你哋會認識真理，真理會俾你哋得到自由。
佢哋回答講：我哋是亞伯拉罕嘅子孫，我哋從來唔說做過罵人嘅奴僕。你講，你哋會得到自由，呢句話係乜嘅意思呢？耶穌對佢哋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每一個犯罪嘅人就係罪嘅奴僕。奴僕在家庭中冇一天將拉嘅一切屬於家庭。假使上帝嘅拉嘅俾你哋得到自由，你哋就真見係自由人。我哋你哋係亞伯拉罕嘅子孫，仲係你哋還想愛慈愛，因為你哋唔接受我嘅教訓。我所講嘅係亞爸指示我嘅，你哋所做嘅係你哋嘅祖先老你哋講嘅。佢哋回答講：我哋嘅祖先就係亞伯拉罕。耶穌講：假使你哋真見係亞伯拉罕嘅子孫，你哋嘅行事一定會落亞伯拉罕同樣。我只有將我對上帝給予聽到嘅真理老你哋講，你哋撒上愛慈愛。亞伯拉罕唔是做過兩種嘅事啊，你哋係做你哋嘅阿爸所做嘅事。佢哋應講：上帝係我哋唯一嘅阿爸，我哋並唔係私生子啊。耶穌對佢哋講：上帝那真實係你哋嘅阿爸，你哋一天會錫我，因為我係對上帝給予來到兩位嘅，我唔係自家來嘅，係佢差我來嘅。你哋讓唔會明白我嘅話呢？因為我嘅話，你哋聽唔入耳。你哋係魔鬼嘅子女，偏偏愛照你哋阿爸嘅私欲行事，對古早以來，佢一直係謀害人嘅，唔是佢在真理裏邊，因為佢根本冇真理。佢講話了係佢嘅本性，因為佢本來就係話了故，也係一切虛假嘅源頭。就係因為我講真理，所以你哋真唔信我。你哋當中乜人能指證我有罪呢？既然我係講真理，你哋樣板唔信我呢？所有屬上帝嘅子女，天出會聽上帝嘅話，你哋唔聽，因為你哋唔係屬上帝嘅。猶太人嘅領袖問耶穌：我哋講你係撒瑪利亞人，有本鬼附身，感覺唔錯嗎？耶穌講：我並無本鬼附身，我尊敬阿爸，你哋撒侮辱我。我無追求自家嘅榮光，仲係有一位對我請求為我主持工作嘅。我實在老你哋講，遵守我教訓嘅人，一天永遠唔會死。猶太人嘅領袖對佢講：一下我哋確實啲你係本鬼附身嘅，亞伯拉罕已經死咗，嗰條先知也死咗，仲係你講，遵守我教訓嘅人，一天永遠唔會死。咁講你比我哋嘅祖先亞伯拉罕還卡偉大嗎？亞伯拉罕已經死咗，嗰條先知也已經死咗，你看自家算乜嘅？耶穌應講：假使我用講自家，我嘅講用就冇乜嘅價值。用講我嘅係阿爸，就係你哋所講係你哋嘅上帝，你哋從來唔識佢，仲係我認識佢。假使我講我唔識佢，我就讓你哋同樣係講話了嘅。事實上，我認識佢，也遵守佢嘅教訓。你哋嘅祖先亞伯拉罕是歡歡喜喜仰望我來嘅日子，佢有看到也非常快樂。猶太人嘅領袖對佢講：你還滿50歲，你見過亞伯拉罕嗎？耶穌應講：我實在老你哋講，亞伯拉罕出世以前，我就係嘅自由擁有嘅。因為咁樣，佢哋拿石頭去揼佢，仲係耶穌三走離開升天。